你好，我係嚟自雅根堂嘅陳傳華牧師，好開心能夠支持異象2033嘅屬靈運動。你知唔知道喺80億人口當中，有70%嘅人習慣用說話嚟到溝通，而50%嘅人係冇辦法用我哋理解到嘅語言，用閱讀同埋書寫嘅方式嚟到明白。因為咁樣，用對方母語嚟接觸佢哋係相當重要㗎。因為母語係每一個人最聽得入心嘅語言，亦都係令到佢哋感到最自然同埋心靈最有共鳴嘅語言。邀請你加入我哋嘅行列，2033年之前將神嘅說話帶俾所有語言嘅群體。我哋可以透過以母語錄製語音同埋視像嘅聖經嚟幫助未曾聽聞福音嘅人經歷神嘅愛，為世界帶嚟改變。嚟啦，加入呢個改變生命嘅歷程，讓我哋一齊擁抱神所賜俾我哋咁偉大嘅異象，將神嘅話語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